自2025年2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谁会当进入应允之地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民数记》20章第10到13节。正月，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神的旷野，伫加利斯扎营，米安死伫遐，就安葬伫遐。会众无水通啉，就组织攻击摩西甲亚伦。因去甲摩西吵，讲：可袂伫阮的同胞死伫上主面前的时，阮嘛做伙死咧。恁是安怎甲上主的会众带来即个旷野？是要互阮甲阮的前生死伫遮是无？恁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来到即个歹所在？阮伫遮无所在通夜种，通种无花果、葡萄、石榴，阁无水通啉。摩西甲亚伦离开会众，去会幕门口，趴伫涂骹，上主的阳光对因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你去甲约柜头前迄支管仔举来，甲你的兄哥亚伦调集会众，伫因的目睭前命令石盘出水，水就会对石盘流出来，互会众甲因的前生啉。摩西就照上主的命令，甲管仔举来。摩西甲亚伦招会众去石盘遐。摩西对因讲：恁遮的悖逆的人，听咧！阮减着互石盘出水，互恁啉。摩西举手捻的管仔，甲石盘讲2下，就真侪水流出来，会众甲因的前生拢啉。上主对摩西甲亚伦讲：因为恁毋信我，无伫以色列人的目睭前尊我做圣，所以恁袂当带遮的会众入去我要赐予因的地。遮的水就叫做米利巴水泉，因为以色列人甲上主吵，上主就对因显明家己是圣。谁会当进入应允之地？摩西是一个谦卑的人，比世间任何人拢搁较谦卑，因为安尼，上帝捌称赞伊是忠心的仆人。但是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摩西竟然袂通进入上帝的应允之地。咱袂禁得会问讲，摩西做倒一件代志，显出伊对上帝无信心？咱大先看20章的第8节甲第9节到第11节的异同。上帝吩咐摩西：你去甲约柜头前迄支管仔举来，甲你的兄哥亚伦调集会众，伫因的目睭前命令石盘出水，水就会对石盘流出来。摩西按照上帝吩咐去举管仔，甲亚伦做伙调集会众来到石盘面前，但是伊无对石盘讲话，反正举管仔直接讲2下石盘。上帝吩咐摩西做的，伊无照做；上帝无叫伊做的，伊颠倒去做，这就是毋信。规约中捌用侪种象征来表达上帝形象。咱较熟悉的是木者，另外是石盘。伫新约，保罗直接指出，迄个石盘就是基督。石盘出水事件出现2摆，分别记载伫出埃及记17章甲民数记20章。第一摆，上帝确实命令摩西用管仔讲石盘，这表明上帝拍破家己，互人得到性命。拄亲像以赛亚书53章第5节所讲，毋过伊是为着咱的过失受伤害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得罪。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医好。
石盘出水更较重要的意义是有事，因为基督嘛捌为着做受苦，一遍就完成。义人替不义的人受苦，是为着要带恁到上帝的面前。对耶稣的牺牲甲救赎来讲，牺牲只要一遍就够，无需要两遍。因为安尼，伫2摆石盘出水事件中，上帝只有第一摆要求摩西讲石盘，第二摆并无需要。基督徒读圣经，毋干若是学习圣道的模样，也着爱自我反省。伫米利巴事件中，咱学到甚物？是袂当发受气是无？其实，谁会当保证家己信耶稣了后，就袂搁再发受气咧？袂。对摩西故事通知，上帝标准真悬，而且甲人的标准无共。人若想要靠家己修身养性来得到进入上帝国的资格，这是无可能的。连上忠心搁谦卑的摩西，都无法度进入上帝应允的迦南地。那安尼，搁着安怎才会当进入上帝应允的国度呢？这答案是信靠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并无甲上帝的标准降低，反倒是用家己的性命做赎价，代替咱满足律法的要求。踮耶稣基督内面，咱好像是徛踮大汉人的肩胛头悬顶，徛甲比摩西搁较悬。但是这并无表示咱的品格是比摩西搁较高尚，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退赎的功劳。默想，感谢主，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我领受的恩典竟然赢过摩西。感谢主，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我领受的恩典竟然赢过摩西。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我亲像伫米利巴的以色列人，常常伫破案中显出家己的毋信，求圣神保守我全然信靠耶稣基督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